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嚟到元宇宙賽馬頻道嘅時間。咁啊，聽日4月10號就係跑一個泥草混合戰啦，咁就事不宜遲。有幾次都冇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啊，大家咁中意到第一場，就同大家講一講第一場嘅賽事先。第一場1650米5班場合，咁呢一場咧都比較亂少少嘅。如果你講冇飛馬咧，即係得隻質素比較冇飛少少啦，同埋桃花多。裕達寶區3日都冇飛少少，平均咧都係個賠率都係10倍8倍都幾平均啊。咁咧我就想講一講呢度有一隻馬要小試水溫啦，就係隻完美演繹啊！咁上次1650米嘅賽事入邊咧，已經有一個接近嘅追勢啦。咁今次就換翻個人孭翻輕個磅，再跑一跑呢個泥地，相信呢個賠率都唔會太過熱嘅。咁啊，估佢今場會出擊㗎啦。咁至於配腳方面咧，其實留意到咧1650米，其實排大外檔嘅馬咧係比較難追嘅。咁近季比較追得好少少咧，都係一隻勝意啫。咁我相信呢幾隻馬排喺外檔咧，包括係8號嘅馬運啦、9號嘅成全者啦、11號極速之子同埋隻星雲浩騰咧。咁4隻入邊，我就睇高隻星雲浩騰少少啦。咁就呢一場都比較亂少少嘅，咁啊提供5隻馬俾大家參考做連贏嘅。好，咁大家聽日贏多啲啦。